你想看可以看。这啊，你这你想看可以啊，需要的派出所也会给你量，没有事儿。你现在把你的不是，我现在先把你身上给我扛着。我现在是星期六啊。你先把我的手给我扛起这儿啊。走，哑巴走。那看又不行了啊！那看又不行了啊！那看看，这个压着走啊！那看看啊！这在派出所啊，强制压走啊！他不给这个血压书哈，要血压书嘛，他不给哈，那都看一看。那都看一看哈，这都要这个本身呢，这个往里边他的血压就高，血糖就高啊。你现在要这个，我们怀疑这里面血压它是在造假的场，为什么不给这个血压书？这都是天府市派出所哈，得少作少为。那看一看，印现在。